大家好，歡迎返到嚟奇遇科幻迷。上一集我哋講到三體嘅第一部《地球往事》嘅結局，三體人透過無處不在嘅智子鎖死咗地球嘅基礎科學，仲留低咗一句極之蔑視嘅說話：你哋係蟲。面對科技被完全鎖死，一舉一動都被24小時監控嘅絕望局勢，人類文明並冇放棄。喺呢個冇任何秘密可言嘅世界入面，人類竟然利用三體人思維透明、唔識隱瞞同欺騙嘅致命弱點，開啟咗人類歷史上最瘋狂、最宏大，亦都最殘酷嘅戰略防禦計劃——面壁計劃。今日我哋將會為大家拆解呢場長達2個世紀、島上2個文明生死存亡嘅終極博弈。我哋而家就進入呢個冰冷、殘酷而又震撼靈魂嘅黑暗森林。故事嘅真正起點其實要追溯到危機紀元元年嘅某一個冬夜，當時三體危機剛剛爆發，楊東因為覺得物理學已經唔存在而自殺。喺楊東嘅墓碑前，風燭殘年嘅葉文潔遇到咗一個一臉頹廢、過住花天酒地生活嘅大學副教授羅輯。羅輯係楊東嘅高中同學，主修社會學。葉文潔睇住呢個年輕人，突然同佢講咗一番改變成個宇宙命運嘅話。葉文潔建議羅輯可以去創立一門全新嘅學科，叫做宇宙社會學。葉文潔提出咗呢門學科嘅2大法則：一、生存係文明嘅第一需要；二、文明不斷增長同埋擴張，但宇宙中嘅物質總量保持不變。同時，佢仲講咗俾羅輯知道2個核心概念：猜疑鏈同埋技術爆炸。葉文潔同羅輯講：我就盡咗我嘅責任，你可以悟出啲咩，就要睇你嘅造化啦。當時嘅羅輯根本冇將呢番話放喺心，佢只係當作一場普通嘅學術閒聊。但羅輯萬萬冇諗到，正因為呢幾分鐘嘅對話，佢已經成為咗三體人眼中成個地球上唯一必須立刻鏟除嘅極度危險人物。時間返到現代，自從 ETO 地球三體組織被剿滅同埋葉文潔被捕之後，世界各國政府開始聯手成立 PDC 行星防禦理事會，全力應對400年後降臨嘅三體艦隊。呢個時候嘅三體人透過智子下達咗一條最高命令，俾 ETO 黨愚之，就係不惜一切代價暗殺羅輯。有一日，羅輯同佢女朋友喺街上行緊，突然一架失控嘅私家車以極高速度衝向佢哋，女朋友當場被撞死，而羅輯就奇蹟咁執返條命。負責保護其實係監視。羅輯嘅腦刑警大使敏銳咁察覺到呢個唔係普通嘅交通意外，而係一場精心策劃嘅暗殺。大使立刻用極高等級嘅安保措施去保護羅輯，仲將佢秘密帶上一架飛去紐約嘅專機。喺飛機上，羅輯一頭霧水，佢根本唔明自己只係一個不學無術、成日渾渾噩噩嘅九流學者，憑咩會引嚟外星人咁大陣仗嘅追殺？同一時間喺 ETO 嘅虛擬會議室入面，三體人同埋 ETO 黨羽進行對話。成員問三體人：地球上有咁多頂尖科學家、政治家、軍事戰略家，你哋點解偏偏要殺一個無名小卒？三體人只係冰冷咁回答：因為佢係唯一一個令我哋驚嘅人。嚟到紐約聯合國大廈 PDC 正式召開一場舉世矚目嘅全體大會。喺大會上，聯合國秘書長薩伊向全人類宣布咗對抗三體人嘅終極戰略面壁計劃。秘書長解釋，智子無處不在，佢哋能夠監聽人類嘅說話，閱讀人類嘅文字，偷睇電腦嘅數據，但智子唯一嘅盲區就係佢哋穿透唔到人類嘅大腦，而三體人自己嘅思維係透明嘅，佢哋講嘢就等於思考，完全唔識得講大話、偽裝或者使用計謀。所以人類要戰勝三體人，唯一嘅武器就係計謀同埋欺騙。PDC 選出咗4位面壁者，佢哋將獲得調配人類極大資源嘅無上權力，去制定對抗三體嘅戰略。最關鍵嘅係，佢哋唔需要向任何人解釋自己嘅真正意圖。佢哋所做嘅每一步，講嘅每一句話，都必須係巨大嘅煙幕彈。佢哋要將真正嘅戰略永遠封鎖喺自己嘅大腦入面。最後選出嚟嘅4位面壁者，
第一個係泰勒，前美國國防部長，擅長利用微型激光同非對稱科技建立龐大嘅防禦力量。第二位係雷迪亞茲，前委內瑞拉總統，一個曾經喺游擊戰中擊退美軍嘅激進民族主義者，擅長以小博大嘅極端戰術。第三位係希恩斯，英國科學家、哲學家，唯一一個同時獲得諾貝爾獎同任職歐盟主席嘅人，專注於大腦科學研究。而第四位係羅輯。當秘書長讀出第四位面壁者係羅輯嘅時候，全場嘩然。羅輯自己都以為聽錯，羅輯當場大聲拒絕。佢話：我唔做面壁者，我冇呢個能力，我亦都冇呢個興趣。秘書長薩伊微笑咁望着佢，講咗一句充滿哲理嘅話：羅輯博士，從你被選中嘅嗰一刻開始，面壁計劃已經啟動咗。你依家嘅拒絕，我哋唔知係咪你面壁計劃嘅一部分。羅輯崩潰咁發現，面壁計劃係一個絕對無法退出嘅詛咒，無論佢做咩講咩，世人都會自動理解為係佢面壁計劃嘅一部分。為咗應對面壁計劃， ETO 喺三體人嘅授意下啟動咗對應嘅破壁人計劃。ETO 挑選咗3位最頂尖嘅智囊，分別對應泰勒、雷迪亞茲同埋希恩斯。破壁人嘅任務就係透過自己收集嘅海量數據，分析呢3位面壁者嘅行為，徹底睇穿並公開佢哋大腦深處嘅真正戰略。呢度補充一下，點解三體人冇為羅輯安排破壁人？因為三體人直接要佢死。喺接落嚟嘅幾年入面，前3位面壁者開始瘋狂燃燒人類嘅資源，開展咗極其詭異嘅計劃。首先，泰勒嘅蚊群戰略。泰勒表面上建立咗一支由無數微型太空戰機組成嘅艦隊，又試圖招募大批神風特工隊式嘅隊員。但過幾年後，佢嘅破壁人突然現身。破壁人好冷酷咁揭穿咗泰勒嘅真正意圖。泰勒根本冇打算用呢啲戰機去打三體人，佢真正嘅計劃係喺戰場上用巨型核武主動消滅人類自己嘅艦隊，等無數人類士兵嘅靈魂化為量子幽靈，去發動一場不死不滅嘅幽靈反擊。呢個其實都幾有趣，即係要自己嘅士兵化成厲鬼去打三體人。戰略被揭穿之後，泰勒發現三體人對佢嘅幽靈計劃根本唔在乎。極度絕望同羞愧之下，泰勒去到羅輯嘅住處，同羅輯傾完偈之後，就走到湖邊開槍自殺，成為第一個失敗嘅面壁者。跟住就到雷迪亞茲嘅行星炸彈。雷迪亞茲喺水星上瘋狂挖洞，進行超大型核武器試爆，宣稱要製造1億噸級嘅行星炸彈嚟防禦三體。同樣，佢嘅破壁人隨後喺 PDC 大會上公開撕開咗佢嘅偽裝。雷迪亞茲嘅真正目的唔係炸三體飛船，而係要喺水星引爆無數粒超級核彈，將水星推入太陽，咁樣會引發太陽連鎖反應，令太陽大氣層瘋狂膨脹，吞噬整個金星、地球同火星，拉埋全人類同太陽系去同三體人同歸於盡。三體人對呢個計劃感到少少恐慌，但 PDC 就被徹底嚇驚。聯合國當場剝奪咗雷迪亞茲面壁者嘅身份，並宣布佢係反人類罪犯。雷迪亞茲利用自製嘅心跳核彈引爆器威脅各國，成功逃回委內瑞拉，但一踏入國土就被憤怒嘅群眾用石頭活活砸死。最後到希恩斯嘅思想鋼印。希恩斯同佢嘅妻子山杉惠子，山杉其實係 ETO 嘅臥底，佢係希恩斯嘅破壁人。希恩斯開展大腦結構研究，意外發明咗一種叫思想鋼印嘅機器。呢部機器可以利用神經網絡輻射，直接喺人類嘅大腦深處刻一條不可動搖嘅絕對信念。希恩斯宣稱，為咗對抗三體人帶來嘅集體絕望，佢要製造信念中心，為太空軍士兵刻上人類必勝嘅思想鋼印。當另外3位面壁者喺度為人類嘅命運瘋狂燒腦，甚至走向毀滅嘅時候，第4位面壁者羅輯喺度做緊咩呢？佢利用面壁者無上嘅權力，瘋狂咁享樂。羅輯深知自己根本冇能力拯救世界，佢對薩伊秘書長講：既然我做咩你哋都話係計劃嘅一部分，咁好，我依家嘅計劃就係享受生活。羅輯要求 PDC
幫佢喺全球揾一個地方，要有雪山、有草地、有清澈嘅湖泊，有一座古典嘅別墅，周圍幾百公里內唔能夠有任何工業同埋現代污染。PDC 毫無怨言，立刻動用特權，喺歐洲某處為佢買咗咁樣嘅一片人間仙境。搬入去之後，羅輯又提出咗一個更荒唐嘅要求，佢要 PDC 幫佢揾一個女人。羅輯喺多年前曾經寫過一本連載小說，喺寫作嘅過程中，佢喺腦海中幻想出一個完美嘅女性形象，而佢竟然愛上咗一個自己幻想出嚟嘅初戀情人，甚至能清晰記得佢嘅每一個眼神、體香同說話嘅語氣。羅輯將呢個夢中情人嘅詳細特徵寫低咗，交咗俾大使。大使點咗支煙，陰陰笑咗一下，就動用咗國家級嘅數據庫同篩選機制。幾個星期後，大使居然真係幫羅輯揾到咗一個活生生一模一樣嘅女仔，中央美術學院嘅畢業生莊顏。莊顏嚟到別墅，佢又清純又靚，不染世俗，簡直就係羅輯幻想出嚟嗰位女仔。羅輯帶佢去雪山滑雪，喺湖邊畫畫，兩個人好快墮入愛河，仲生咗一個好可愛嘅女。喺幾年入面，羅輯過住神仙般嘅隱居生活，全世界嘅人都喺背後鬧緊羅輯，認為佢係個騙子，喺人類末日面前只顧自己享受。但 PDC 高層依然喺度默默忍受，因為佢哋堅信呢個一定都係羅輯最深不可測嘅謀略。但幸福嘅時光過得特別快，PDC 終於忍唔住啦。有一日，別墅周圍嘅靚景突然消失，大批太空軍士兵包圍咗別墅。秘書長薩伊親自嚟到別墅，佢同羅輯講：羅輯博士，你嘅享樂時間結束啦，全人類出錢養你同你嘅家人，唔係為咗俾你度假嘅。為咗逼羅輯真正開始工作， PDC 動用咗面壁法案，將莊顏同佢哋個女強制送咗去冬眠，即係利用低溫冷凍技術將人凍結到未來。薩伊對羅輯講：你嘅太太同個女將會一直冬眠，直到末日之戰。如果你想喺有生之年再次見到佢哋，唯一嘅辦法就係你而家開始拯救世界，阻止三體人。痛失摯愛嘅羅輯喺空蕩蕩嘅別墅入面大喊，冰冷嘅現實終於將佢打醒。佢意識到自己已經避無可避，佢一個人坐喺冰凍嘅別墅大廳入面，眼定定咁望住壁爐入面嘅火。就喺呢個冬夜，葉文潔多年前喺楊東墓碑前講過嘅兩大法則——猜疑鏈、技術爆炸，開始喺羅輯冰封嘅大腦入面瘋狂串聯、交織同埋融合。羅輯終於睇穿咗呢個宇宙最冰冷、最恐怖嘅終極真相。羅輯立刻叫咗 PDC 嘅高層過嚟，提出咗佢成為面壁者以來嘅第一個，亦都係唯一一個真正嘅戰略命令。羅輯要求利用太空軍即將發射嘅行星級油膜輻射技術，即係喺太陽表面製造大片油膜，利用太陽風放大信號，向宇宙深處發射一組坐標。呢組坐標由一串睇嚟似毫無規律嘅圖形同埋代碼組成。羅輯對所有人講：呢個係我對宇宙發出嘅一個咒語。我挑選咗一粒距離地球約50光年，編號為188507號嘅行星。羅輯講：我對呢粒行星落咗詛咒，喺未來嘅某一日，呢粒行星將會被毀滅。如果佢真係被毀滅，就證明咗我嘅面壁戰略係正確嘅。發射完成後，羅輯都走咗入去冬眠艙。佢同大使講：大使，一齊冬眠，等嗰粒行星被毀滅嘅時候，等我嘅家人醒返嘅時候，我哋喺未來再見。之後，隨着冬眠艙緩緩打開，時間已經跳躍到200年後嘅危機。紀元205年，羅輯同大使先後喺地下城醒返，眼前嘅世界完全變晒樣。人類唔再住喺地面，而係住喺懸浮喺地底巨型空洞入面嘅樹狀城市。周圍所有嘅表面都變成咗屏幕，連衣服都可以隨心所欲咁變換圖案。無線供電技術無處不在，科技睇落先進到好似神蹟一樣。更令羅輯震驚嘅係，未來人類對三體人嘅態度發生咗180度嘅轉變。因為人類呢200年間喺基礎科學被鎖死嘅情況下，瘋狂發展應用技術，建造咗3大太空艦隊：亞洲艦隊、歐洲艦隊、北
北美艦隊擁有超過2000艘行星級大型宇宙戰艦，每艘戰艦都可以加速到光速嘅15%，擁有毀滅天地嘅無限威力。未來嘅人類變到好驕傲，佢哋認為喺危機初期嘅人類全部都係懦夫、精神病。佢哋同羅輯講，依家我哋嘅艦隊力量已經遠超三體艦隊，三體人行得咁慢，等佢哋嚟到根本就係送死。面壁計劃根本只係古代人嘅黑色幽默。PDC 隨即召開大會，正式宣布終止面壁計劃。羅輯被剝奪咗面壁者嘅身份同特權，做翻一個普通人，佢就落得清閒，以為自己終於可以安享晚年。但大使就憑住老刑警嘅直覺，發現地下城依然係充滿危機，有人正透過地下城嘅自動化網絡，瘋狂咁利用飛車、清潔機械人等一切工具，對羅輯進行暗殺。大使護送羅輯走翻上地表，喺荒涼嘅地面上，羅輯竟然遇到一個老熟人，希恩斯嘅妻子山杉惠子。呢個時候嘅山杉惠子已經老態龍鍾，佢睇住羅輯，冷冷咁宣布：羅輯，我就係希恩斯嘅破壁人。佢揭開咗第三位面壁者希恩斯，隱藏咗200年嘅驚天秘密。希恩斯表面上係要幫士兵刻上人類必勝嘅信念，但佢偷偷修改咗思想鋼印嘅正負邏輯代碼。所有經過嗰部機器嘅太空軍精英，大腦深處都被刻咗嘅真正信念，其實係人類必敗，逃走先係唯一出路。希恩斯完全係一個逃亡主義者，佢深知基礎科學被鎖死嘅人類根本唔可能戰勝三體，佢要利用思想鋼印為人類留低逃亡宇宙嘅火種。山杉惠子最後望向羅輯，講咗一句意味深長嘅話：羅輯，主即係三體人，依家根本唔在乎你，因為你當年發射嘅嗰個咒語依然乜嘢都冇發生，你只係一個失敗者。就係呢個時候，天文台傳嚟咗一個震驚世界嘅消息：羅輯喺200年前詛咒嘅嗰粒188507號行星，就喺啱啱被發現徹底消失咗。佢被一股來自宇宙深處接近光速嘅未知力量直接一擊炸成粉碎。羅輯嘅咒語竟然成真咗，行星毀滅嘅消息喺地球引發咗強烈嘅地震。但驕傲嘅未來，人類依然冇將羅輯放在眼內。佢哋認為呢個只係一次偶然嘅天文巧合。與此同時，三體艦隊發射嘅第一個先鋒探測器已經飛入咗太陽系。三大艦隊為咗爭奪呢個探測器，竟然傾巢而出。2000艘行星級戰艦喺海王星軌道附近排成咗一個無比壯觀、綿延上千公里嘅矩陣隊形。聯合國派出咗由各國科學家組成嘅考察隊去捕捉呢個探測器。當科學家們喺太空近距離觀察呢個探測器時，所有人都俾佢完美嘅外形震撼到。佢長約3.5米，形狀好似一滴完美嘅水珠。佢嘅表面係絕對光滑嘅全反射鏡面，將整片星空同人類嘅艦隊都反映喺上面。無論科學家將放大倍數提升到幾萬倍，甚至幾百萬倍，佢嘅表面依然係絕對光滑，揾唔到任何一絲嘅高低不平或者分子結構嘅縫隙。科學家丁儀知道一粒水滴嘅物理本質係強相互作用力，而眼前呢個水滴型探測器就係三體人利用一啲特殊嘅科技，將物體內部嘅分子同原子核用強相互作用力黐埋一齊，咁意味住呢粒睇嚟人畜無害嘅水滴，佢嘅結構強度比太陽系最硬嘅物質仲要硬上100倍。丁儀瘋狂咁向後方嘅艦隊大喊：佢唔係探測器，係武器啊！可惜一切都太遲啦，水滴突然蘇醒，佢嘅尾部發出咗一團細細嘅藍色光芒，以無法想象嘅超高加速度直接衝向咗排列得整整齊齊嘅人類艦隊矩陣。水滴冇發射任何嘅激光，都冇用任何導彈，佢擊毀人類戰艦嘅方式係最原始、最殘暴，亦係最勁嘅手段撞擊。水滴瞬間穿透咗第一艘主力戰艦無限邊疆號嘅厚重裝甲，戰艦內部嘅反物質燃料被瞬間點燃，整艘巨艦瞬間爆炸。水滴冇任何停留，佢喺太空中直角嘅反物理軌跡急速折返，精準咁撞向第2艘、第3艘、第4艘戰艦。呢一場毫無懸念係單方面嘅大屠殺。人類自以為傲嘅行星級戰艦
喺強相互作用力嘅水滴面前，脆弱到好似用紙整嘅玩具咁。水滴喺長達上千公里嘅戰艦矩陣中瘋狂穿梭，僅僅咗20幾分鐘，2000艘人類戰艦喺太空中連成咗一條延綿不絕嘅爆炸火帶。太空軍嘅最高統帥部，無數嘅精英士兵喺連敵人係咩都未睇到，就化為宇宙塵埃。三大艦隊全軍覆沒，人類用咗200年建立起嘅尊嚴同驕傲，就喺呢一刻被一粒水滴粉碎晒。最後只有幾艘提前察覺到唔對路，由思想鋼印獲得者控制嘅戰艦自然選擇號同量子號，喺千鈞一髮之際調轉船頭，向住冰冷嘅宇宙深空逃走咗。水滴喺屠殺完主力艦隊之後，並冇立刻飛向地球，而係飛向咗太陽，仲喺太陽表面發射咗強烈嘅全頻段干擾信號。咁意味住太陽嘅宇宙信號放大器功能都被三體人徹底鎖死，人類再無法向宇宙發射任何高功率嘅信號。羅輯當年嘅咒語手段被物理閹割咗。而喺浩瀚宇宙嘅另一邊，嗰啲僥倖逃離水滴屠殺嘅幾艘人類戰艦喺逃亡嘅途中，爆發咗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恐怖嘅悲劇——黑暗戰役。呢幾艘戰艦包括自然選擇號、藍色空間號等。喺飛離太陽系之後，科學家們好快就計算到一個絕望嘅結論：宇宙深處一片荒涼，每艘戰艦所攜帶嘅燃料同配件根本唔足以支撐所有人飛到最近嘅行星系。如果要生存，唯一嘅辦法就係搶奪其餘戰艦嘅資源。喺冰冷、漆黑、冇任何法律同道德約束嘅宇宙深空中，猜疑鏈啟動咗。如果我唔先動手，對方會唔會為咗生存而殺我？每艘戰艦嘅艦長都喺黑暗中死死咁望實對方。最終，藍色空間號率先發難，佢利用次聲波導彈瞬間殺死咗其餘幾艘戰艦上嘅所有活人，然後抽乾晒戰艦嘅燃料，奪走晒所有物資，甚至將同胞嘅屍體做成乾肉。隨後，呢艘載住人類靈魂墮落產物嘅戰艦向住孤寂嘅深空駛去。當黑暗戰役嘅消息傳返地球嘅時候，全人類陷入咗集體精神崩潰，地面上爆發咗大規模嘅暴亂，世界末日嘅陰影籠罩住每一個人。呢個時候，重新被人類推上神壇，當作唯一救星嘅第4位面壁者羅輯，正喺度同老刑警大使坐喺一棵枯樹下面。羅輯睇住遠方混亂嘅城市，慢慢向大使揭開咗當初葉文潔傳授俾佢嘅宇宙社會學嘅終極法則——黑暗森林法則。羅輯講：大使，你想象一下，成個宇宙就係一個黑暗森林，每一個文明都係帶槍嘅獵人，佢哋好似幽靈咁樣喺森林間潛行，小心翼翼咁撥開擋路嘅樹枝，連呼吸都必須竭力抑制。喺呢個森林裏面，獵人必須小心，因為到處都有同佢一樣潛行嘅幽靈。如果佢發現咗其他生命，唔理係雌鹿定係同類，係天使定係惡魔，能夠做嘅只有一件事，就係開槍消滅對方。喺呢個森林入面，任何暴露自己存在嘅生命都會好快被消滅。呢個就係宇宙文明嘅圖像，就係對猜疑鏈同技術爆炸嘅終極法則嘅演繹。大使聽到全身發冷咁問：點解唔可以交流呢？大家坐低傾下唔得咩？羅輯搖一搖頭：唔得，因為猜疑鏈，我唔知道你對我係善意還是惡意，我都唔知道你認為我對你係善意還是惡意。即使你而家比我弱，但宇宙尺度太大啦，隨時可能發生技術爆炸，你可能喺幾百年內突然超越我。所以喺黑暗森林入面，最安全、最理智嘅生存手段就係隨手消滅所有見到嘅坐標。三體人點解咁驚羅輯？就係因為羅輯喺200年前向宇宙發射嘅嗰個行星坐標，就係向全宇宙嘅獵人暴露咗嗰個行星嘅位置。嗰個行星隨即被某個未知嘅高等文明隨手清理咗。咁又意味住羅輯手裏握住一個可以隨時同三體人同歸於盡嘅按鈕。只要佢向宇宙公布三體星系嘅坐標，三體世界就會喺瞬間被毀滅。但三體人已經透過水滴封鎖咗太陽，羅輯依家根本冇辦法將坐標發射出去。全人類再次對羅輯感到咗極度嘅失望。
各國政府甚至收返晒對佢嘅特殊照顧。羅輯被趕出咗避難所，佢變成咗大眾眼中嘅騙子。佢每日攞住一把鐵鏟喺地面上參與一項名為雪地工程嘅邊緣計劃，喺地球周圍用核彈炸出大量太空塵埃，用嚟監控隨後可能進入太陽系嘅其餘三體探測器。呢個時候嘅羅輯滿身泥土，頭髮花白，睇起嚟就似一個風燭殘年就快死嘅老人家。莊嚴同個女依然喺冬眠之中，但佢似乎已經無計可施。危機紀元2008年嘅一個清晨，羅輯一個人去到葉文潔同楊東嘅墓地，喺旁邊幫自己挖咗一個坑，然後好攰咁坐咗入去。呢個時候，三體人透過智子冷冷咁睇住呢個就快死嘅人。羅輯睇咗一睇手錶，對住空無一人嘅墓地，佢用平靜嘅聲音咁講：我知道你哋喺度睇住我，呢個係我對三體世界嘅最後對話。羅輯一邊講，一邊攞出咗一把手槍，但佢唔係指住智子，而係對準咗自己嘅心臟。羅輯平靜咁講：我手腕上戴住嘅唔係普通手錶，佢係一個心率引爆器。一旦我心跳停止，埋喺地球軌道上，呢幾年由我親手佈置嘅雪地工程嘅3000幾粒超級核彈就會同時引爆。呢啲核彈引爆後並唔會造成咩物理破壞，但佢會將雪地工程嘅太空塵埃炸成一個巨大嘅具有特殊規律嘅油膜矩陣。當太陽光穿過呢啲塵埃嘅時候，從宇宙深處睇起嚟，太陽會以一種特定嘅摩斯密碼頻率開始閃。呢組代碼就係三體星系同太陽系嘅三維宇宙坐標。我依家倒數30秒，如果三體艦隊唔答應我嘅條件，我會立刻開槍自殺。我死後，我嘅心率器會自動啟動，將我哋兩個文明嘅坐標大大聲咁話俾成個黑暗森林入面所有帶槍嘅獵人聽，等我哋一齊被宇宙毀滅。墓地裏一片死寂。20秒過去，25秒過去，就喺羅輯準備扣動扳機嘅最後一刻，智子嘅聲音突然變咗，唔再係高高在上嘅冰冷，而係一種充滿咗恐懼，甚至帶住一啲哭腔嘅瘋狂尖叫。停手，羅輯博士，快啲停手！我哋投降啦，我哋接受你嘅所有條件。贏咗！羅輯憑住一己之力，憑住對自身生命同兩個文明命運嘅瘋狂豪賭，喺科學被完全鎖死嘅絕境下，生生逼停咗不可一世嘅三體文明。幾日後，喺人類同三體人共同達成嘅協議下，盤踞喺太陽系嘅水滴立刻調轉方向，飛離咗地球，正向地球駛緊嚟嘅三體星際艦隊亦奉命立刻轉向駛走。人類文明喺經歷咗200幾年嘅絕望後，終於迎嚟短暫嘅和平。呢場博弈被後世稱為黑暗森林威懾，而羅輯則成為咗第一任手握終極毀滅開關嘅執劍人。故事嘅最後，羅輯終於喺冬眠中喚醒咗佢心愛嘅太太莊顏同埋佢個女。喺夕陽西下嘅草地上，一家人緊緊咁攬埋喺一齊。突然智子問羅輯：咁樣就係愛？然後羅輯同三體人竟然開始談論愛呢樣嘢。原來呢個時候同羅輯討論緊愛嘅三體人，竟然就係當年第一個回應葉文潔叫地球人唔好回應嘅嗰個和平愛好者。佢哋大家都希望愛可以改變呢個黑暗森林。故事完結，羅輯用佢無與倫比嘅智慧同瘋狂，為人類贏得咗喘息嘅機會。兩個文明之間進入咗一個短暫而脆弱嘅和平時期，威懾紀元。而羅輯亦成為咗人類歷史上第一位，亦係最偉大嘅執劍人。但和平真係能夠長久？喺接住嘅第3部《死神永生》中，當羅輯老去，人類選出咗一位充滿大愛、溫柔嘅女性，接替佢成為第2任執劍人。但三體人最殘酷、最無情嘅真正底牌正準備揭開。我哋下一集《三體終章》《死神永生》再見。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 請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多謝收聽收睇，我哋下集再見。